是在边境执行任务吗？这是……我穿越了。原主宁晨，12岁时因母亲去世，流落街头。生父宁自明因为顾及自己的颜面，才将他这个私生子接回宁府。这8年来，干活能不能仔宁细点？晨在府中处处受辱，公子，活得也是小心翼翼。小妹，只有刚入府就跟着他的4等娘子小妹贴身跟随，不离不弃。我穿越成大权礼部尚书的私生子宁晨了。2公子、3公子、4公子刚醒，有什么事，不如明日再说。滚开！宁府只有3位公子，哪来的4公子？你莫不是忘了自己主子叫什么了？老三，扔出去啊！不可以！起来，走，放开我！公子，放开我！要想赶我走，叫宁子明过来。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配见父亲？这么多年，他管过你吗？啊！呀！别动！宁晨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野种，你斗2哥试试！你说的啊，试试就试试。你给我闭嘴！公子，万万不可！有什么不可？老子今天就要了他们的命！反正我贱命一条，拉他垫背，够本儿。莫不是一场大病，让他性格大变了？四弟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可千万别冲动啊！好好说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你这野种，宁府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？快去！这个快去呀！小妹，去拿根绳子，把他绑起来。你个狗东西，你给我等着你！公子，这身体实在太虚弱了，刚刚情急之下爆发，竟用尽了所有力气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干脆就把事儿闹大。娘，又出什么事了？你说那野种他疯了，他要害死海儿，娘。还有这儿！哎呀，星儿，你疼不疼呀？疼！这个野种好大的胆，他在哪儿？他就在柴房。来人，随我去后院。我儿辛苦。这几日参加科举，感觉如何？凭我自己的实力，加上父亲与外公的打点，不说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对于我来说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哎呀，好，这几日定是累坏了吧？为父这就叫人炖只老母鸡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多谢父亲。快走！哎，这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啊！三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宁晨那野种疯了，他不仅撞伤了我，还要杀2哥。胡说八道！宁晨向来怯懦，在府中大声说话都不敢，如何行凶？父亲，千真万确，他扎破了2哥的脖子，那鲜血流一地。老三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宁晨现在何处？柴房。这个逆子！走，随为父去看看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大胆！你拿头油做什么？夫人，我乃宁府主母，亦是你母亲，你为什么不下跪？没听见母亲说话吗？还不赶快跪下！公子，母亲，我母亲早死了。哎，不是娘，他骂你。闭嘴！果然是穷乡僻壤来的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乃左相之女，宁府主母，你唤我一声母亲，那是你祖上积德。但你祖上缺德。你，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站住！想死就上来！干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野种，你要做什么妖呢？爹，是他要杀了孩儿。你看，四弟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父亲来了，你还敢如此无礼？你忘了为兄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教有什么了？啊！还有，我怎么不记得我还有个父亲啊？你个逆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前天被小人作祟跌入湖里，你们这父母不闻不问。如果早点给我治疗的话，我也不至于会大病一场。老四，跌入湖中之事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的是妈妈的3个好宝贝呀！你们这么替他遮遮掩掩，不就是怕他落下刻薄歹毒的名声吗？他为何突然性格大变？父亲，他虽是我四弟，可是他颠倒黑白，栽赃您跟母亲，还是要让他受一点教训。这样吧，小惩大戒，杖责30。在你心里我就值30啊？要不干脆烧死我吧？今日我就把命还给宁尚书。谅你也不够这个大，哼，轻松拿捏。爹，烧死他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我去，不会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臭小子，你这么颠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。你越这么干，我越厌恶你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今日咱们就割袍断亲。从今日起，天涯路人不相见。你看，把我伤成这样，就想一走了之？不服你过来啊！我粗鄙！我身为宁府的公子，岂能跟你一般见识？不过，在我宁府生活这么多年，朱金要走，那总得让我们检查一番吧。二哥说的没错，万一这小子身上藏了咱们府内的财物呢？你快点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，让我们好好检查一下。宁尚书，你的意思呢？老爷说过，府上的一切均由我打点。我以宁府主母的身份告诉你，想走可以，脱光了再走。娘说的对。只要这野种离开宁府，事后想要取他的性命，便易如反掌。宁大人，看来你这碗软饭可真不好端啊！那你们就睁大狗眼看清楚了。哎！
爹！呸！你个臭小子！当初我只身一人进宁府，如今我孑然一身的离开，但是我请各位给我记住了，今日是百倍还。公子，兄弟，不容易呀！兄弟，都是自己人。给，拿去，别客气。没事，这不是我的身子，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四公子，这是奴婢买来的衣服，委屈您将就穿着吧。四公子，兄弟大义，永生难忘。江湖再见。公子，您说您这是何苦呢？您是宁府的公子，只需要熬到婚嫁的年龄，便可从府内拿些银子过舒坦日子了。拉倒吧。今日科举刚结束，众学子聚集状元楼，吟诗作对，脱颖而出的话，还能拿到1000两白银呢。白银1000两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我赶紧去。写诗还能拿1000两白银，那我不无敌了？公子您有所不知，要是这写诗词的人里面真的出了个状元，那可就是状元楼的金字招牌了。只可惜公子您身在宁府，夫人偏心不让您读书，要不然2年后您也能科举，一旦上榜，老爷定会对您刮目相看，到时候您可就是官老爷了。我才不信！来了，老祖，想在我们店里吃霸王餐。乡亲们呐，这个酒馆的伙计们不但打老头子，他还卖假酒啊！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踹死你！哎，要饭，滚一边要去！光天化日欺负老人，你们2个要不要脸？他吃霸王餐就有脸了？你替他出头，那你给钱啊？给就给。给钱，快点！我下次。吓死什么吓死！你装什么？听着，来人了！小宝官，装个头啊！当街打人了！滚！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店里面，快滚！公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大爷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帮人下死手，这种事儿以后就别干了啊！小妹，咱走吧。不是，哎，我的好大儿啊！
你不能抛弃你爹呀！大爷，你喝大了，谁是你大儿啊？哎，我怎么能是你大儿？你们给评评理啊！啊，我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，现在我老了，他就要抛弃我！你大爷的，讹上我了你！年轻人，这可是你的不对啊！父亲再怎么做的不对，也是你爹。我朝律法规定，嫌弃老人的，可是要充军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要被充军的。公子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要不也带你家去？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！啊，姑姑，姑姑！哎，没事，快让姑姑看看想姑姑了没有？想。哎，哥，嫂子。妹子，刚刚我还跟你嫂子念叨着你呢。小妹啊，那这两位是？啊，这位就是宁府的四公子宁晨，这位老人家是？啊，原来您就是妹子常说的四公子啊。打扰了。哦，这位老人家是我在路上偶遇的，等他一会儿酒醒了，我就把他处理了。哎，嫂子，哥，我跟你们商量件事儿。以后，我可能就不去宁府做活了。四公子也要暂时住在咱们家。啊，小妹啊，咱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。你侄子马上就要上学堂了，家里正是要用钱的时候，你没了活计，我和你哥养你是理所应当的。但是家里要是再多一张嘴吃饭，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？别多嘴。宁公子，妇道人家不会说话，您千万别放心上啊！啊，没有，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过就是宁府宁大人的私生子。别乱说话！我就要说，宁府都不要他了，他以后还有什么出息？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。我留他在家里，我还得好吃好喝供着他呀！我住口！哥，娘，大哥，这是娘，美酒，你竟敢打我！你给我回屋里待着去！我不滚！我还在这呢。家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？滚回去！嫂子，梅大哥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宁公子言重了，你能住在我们家是我们兄妹的荣幸。您放心，大鱼大肉小人不敢保证，一日几餐的饱饭还是有的啊。那这段时间就要麻烦你们了，啊，不用对我区别对待，我跟你们吃一样的就好。哎，妹子，那个你把厢房给收拾收拾啊。我得尽快找门路，赚银子补偿小梅一家。对了，状元楼。哎，今天怎么样？小生在此卖了10两银子。今天我们去怡红院喝酒。哎呀，兄台真是文姿卓绝呀！哎，走，国祖不愧。走，谢谢啊。有意境啊！白来了啊！一首好诗都没有，哼，竟是一群混吃混喝之徒，白瞎了我起这状元楼的名字。毕，毕老爷，好诗好词可遇不可求，咱改天再来。不来了，走。哎，你是何人？为何要挡住我们的去路？别紧张，我不是什么坏人。二位可是要买诗啊？看你这模样，倒像个落魄书生啊！怎么，有诗要卖？诗词歌赋，样样精通。二位想要什么尽管说，不满意不要钱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啊！我都说了，不满意不要钱。要不二位先买一首尝尝，觉得好了再买。我这个人做生意主打一个公平公正，童叟无欺。尝尝那诗词也不是什么吃食，那玩意儿能尝吗？看你也不像一个什么文人雅士，一看呐就是个骗子。走，老爷，咱回家。哎，
谁说我是个骗子？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会名震文坛，到时候我的诗词千金难求。你们俩现在不买，等着后悔去吧你！名震文坛，你笑死我了！哼，看你这娘们唧唧这样，你懂诗词吗你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娘们唧唧的？谁娘们唧唧的？我多爷们儿啊！我去，这家伙不会真是个太监吧？出门带着太监，那他老爷岂不是皇亲国戚？还给我！二位要是不信，要不考我试试？好，有意思啊！反正今日闲来无事，那就尝尝你的诗。请。那就以白鹅为题，如何？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叽，大明像太阳，红冠戴头上，皇掌细又长。哈哈，皇上细又长，你挺会举一反三啊！你刚才那首诗，虽无内涵哲理，但胜在朗朗上口，又与此景相得益彰，很适合孩童启蒙嘛。还是这位老爷识货啊，不像某些人。哎，好了，这首诗我买了，多少钱？太好了，终于开张了，要个1两不过分吧？1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值，就100两。这位大叔真是眼光独到，识珠玉，品味高洁，胜瑶琴啊！这句也很好，加50。这150两到手，可以帮小梅姐燃眉之急了。看来这小子颇有几分才气，得再考教一番。来，小友，咱们坐下说。好。哎呀，大叔啊，这眼看就要入冬了，你看我这还是一身的薄衫，实不相瞒，我全家人都已经死绝了，就剩我和小丫鬟2人相依为命。我们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。想吃什么放开了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大叔。对，别拘束啊！吃，慢点儿。慢点儿，你别噎死了。Yes sir。小友啊，我观你能临场作诗，想必才气不凡，不知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啊？我叫蓝星，看来我很难再回到蓝星了，就以此纪念曾经的家园吧。蓝星，京都有姓蓝的家族吗？这小子只怕是没说实话吧？不知大叔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啊？我，天玄，天地玄黄，独占其二。好名字，能有如此名字，定是身份显赫之人，能与其搭上线，今后就不愁没银子赚了。你不是说你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吗？来，再来几首啊！别着急呀，刚才的还没，之后的再。
给。大叔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对大叔的敬仰之心，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好了，那你还有哪些诗词要卖我呢？那可就多了去了。大叔想要什么样的诗，我就有什么样的诗。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，百两一首特别值。这是牛在天上飞，你在底下是蹦着吹呀。要说地上吹，在下还是甘拜下风啊。尽管放马过来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前段时间我朝边塞失利，敌国甚至将他们都城修建亭台楼阁的楠木送到了我京都，安逢终有一日要马踏大选，不少武将心生怨闷。兰星，那就以边塞为题做一首，如何呀？这就答不上来了吧？打脸了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脸了？你作诗张口就来啊？看你样貌未到籍贯之年，不知沙场凶险，此题着实有些难度啊，想想也无妨。有了，胡平落波，紫波汉，岁月成溪。秋月短，明至星驰，风宝剑，辞君一夜，去楼南。好诗，好啊！好一个辞君一夜曲楼南！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文学底蕴，此诗一出，你必定名动京都啊！我可不想名动什么京都啊，我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。为何呀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若我名声大噪，宁府之人必定容不下我。唉，满嘴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世人皆有难，谁解其中味？你说人话？说人话听得懂吗你？意思就是我很难。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各行其道，又何必庸人自扰呢？罢了，小友，你这首诗打算卖我多少银两？大叔都请我吃饭了，那我就爽快点，还是100两。给了。多谢天玄大叔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直率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便不久留你了。若是以后还有新写的诗词，随时来这状元楼寻我。天玄大叔尽管放心，咱们来日再会。再会，请。你也再会。毕老爷，这首诗如果一出，您的威望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是想让我冒名顶替？哼！虽然我喜好诗词，但也做不出这种沽名钓誉之事吧。老奴以为咱们花了钱，这首诗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你真觉得这几首诗值250？这些诗千金难求，之所以给他250，是因为他年少羸弱，怕他身怀重金招来横祸。还是您想得周全。把这些诗誊抄下来，送到京都各个官员的府中，让他们好好的学学看看。这小子如此有才华，
定非是寻常人家出身，虽然衣着普通，但一定内有玄机。要不要奴才前去调查一番？查查吧。这小子是个好苗子。是。小梅，今晚吃鸡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不是，我不就说了你一杯酒吗？不是你至于吗？站住！你这婆娘，老夫不就是拿你的钱买的瓶酒吗？你还跑！什么情况？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别跑！哎呀，站着！你给我婆娘被你打死了，老夫又不傻。嫂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家妹子好心好意把你们俩收留回来，可这个老东西居然偷我们家的钱去买酒喝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钱是我们一家3口吃穿都舍不得，省下来给梅氏上学堂用的。你个死老瘸子，还我银子！我要上学堂，还我银子！你还我银子！怎么回事？还我钱！我要上学堂！平时我怎么教你的？没礼貌！钱都被偷了，还有什么礼貌？妹子，别怪今天嫂子不给你面子。今天他们要么还钱，要么报官。嫂子，先别动手。我呢，今天正好挣了点钱，给。100两。200两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你就别问了，嫂子，我还不知道要在这打扰你们多少天呢。这钱你们先拿着，先让孩子上学。我就说嘛，那大户人家的公子怎么会没有银钱呢？太好了，有了银子我就能上学堂了。是啊。娘子，时辰也不早了，你先去杀鸡吧。哦，对，活鸡新鲜，咱们今晚一起吃。这1只鸡啊，咱们这么多人哪够吃啊？这样，我再去备几个菜。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呢？家里没米了，赶紧带着孩子上街买点去。好。你个老碰瓷，你还先喝上了你？状元楼的状元娘，好酒啊！嘴巴还挺刁，你也知道这是好。您的银票指定不是正路来的。碰瓷儿的事我还没给你算账呢，你现在倒咬我一口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钱是老子赚来的。啊呸！你就吹牛吧！你知不知道200两银子代表着什么？你父亲宁自明，身为礼部尚书，1年的俸禄不过150两，京城里面偏一点的2妓院的宅子也就这价了。你年纪轻轻，身无长技的，肩不能扛，是手不能提的，你还这是我赚来的，你就老实交代，是从哪儿偷的？就是啊，公子，你可是名门之后，虽然现在遭遇了些许的困难，可是你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情啊。公子，你还年轻，你要是走上了邪路，误了终身可怎么办呢？好，都看不起我是吧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这钱我是怎么偷的。闭嘴！赚来的。启奏陛下。今日买的是誊钞了吗？奴才已经派人送往各位大人的府上。啊，对了，状元楼卖诗给您的那个人的身份已经查明，是礼部尚书宁自明的私生子宁臣。宁臣，陛下要不要把他抓起来？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可他并不知道朕的身份呐，何罪之有？不过，既然是宁自明之子，为何传得那么寒酸呢？而且还声称自己的家人全死光了。宁臣啊，自幼流亡在外，8年前，宁自明呢，把他找回家中。这家伙呢，在家里并不受宠，
宁自明呢，对外也很少提起这个儿子。朕想起来了，几年前有人以宁尚书抛妻弃子，想要弹劾左相门风不严。当时朕正在跟陀罗国交战，焦头烂额的啊，把这事就给忘了。呵呵，好啊，堂堂礼部尚书，这背地里竟是这番作风，也是时候该敲打他一下。正好，也给朝中其他官员好好受一下警示。传朕口谕，让宁子明进宫。遵命。哎呀，这是陛下今日派人传阅给百官的诗句，都看看吧。感觉如何？意境悠远，字字注记，孩儿自愧不如。若是此人参加今年科举，我岂不是没机会当状元了？哎，不必多虑了，我已经派人查了，此人今年没有参加科举。想不到在我们京都之内，竟然还有这种才华横溢却不慕虚名之人。你们3个要以此为榜样，好好学习。孩儿谨记。老爷，你是礼部尚书，他们3人外公又是左相，即便不如此人，日后有你们铺路，那便是平步青云，何必把他放在眼里？娘说的是。全公公到。哎呦，全公公，稀客稀客。传陛下口谕，宁自明即刻进宫面圣。臣领旨。敢问公公，今日陛下召我前去，所谓何事啊？宁大人去了便知。那圣上喜怒如何呀？圣心如愿，不见喜怒。大人赶快动身，不要让陛下久等了哟。这个老狐狸真是。老爷，莫不是你和父亲为干儿的事情打点被陛下发现了吧？官员子嗣参加科举又不止他一个，打点的人多着呢。你们在家等着，我去更衣，面圣回来再说。你们3个也别闲着，出去找找那个野种。啊，娘，找他做甚？咱不是刚给他赶走吗？又给他找回来啊？我怎么生你这么个蠢儿子啊？他即便再卑微，他也是你父亲的私生子。万一你们父亲出事了，你们还跟他分家产啊？对，娘说的对，那小子活着就是个威胁。以前在府内还得考虑父亲，但如今才是弄死他的大好机会。娘，你放心，我找人弄死他。干儿，你切莫动手。科举比试虽结束，你还要跻身官场，参加殿试，切莫落人口实。孩儿知道。去吧。孩儿知道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喽。公子，您什么时候学会写诗了？您在宁府也没上过几天私塾啊。或许我在写诗方面颇有天赋呢。随身携带太监，难道是福王？嘿，臭小子，你可知沙场有多凶险？老夫认为你这次只不过是侥幸罢了。谁说我不知道沙场？那老夫就来考考你。放马过来。哼，老夫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北方陀罗国的骑兵骁勇善战，每年秋后都会侵犯我朝边境，掠夺人口，抢夺钱财粮草，
烧毁百姓房屋。我朝虽严加死守，也只能暂时将其击退。但草原过于辽阔，我朝兵马追击常常摸不准方向，也时常遭遇袭击。即使能及时止损，但因为战线拉得过长，导致粮草、水源不能保障。你说这其中的功败垂成，该如何处理呀？这老碰瓷儿不简单啊！明了朝堂之事，又知道边境杀伐，我得探探虚实。臭小子，老夫告诉你，这写诗和沙场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在沙场上，可没有什么天赋异禀，即便是江湖高手，在战场上也可能面临一个被无名小卒杀死的风险。所以，臭小子，以后啊，切莫再口无遮拦了。这不公平！我家公子年纪轻轻，没有学过兵法，更不上过战场，想不出应对之策，也正常。哼，就这臭小子上战场，我看只剩下尿裤子的份儿了。看不起人是吧，老碰瓷儿？说出来我怕吓着你。哎呀，你可吓着我了！来说来听听。简单啊，他们不就是想要人口和粮草吗？让我军将士假装成百姓，被他们劫走，趁其不备，突然发难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哼，说的简单，如何发难呢？或许往他们的粮草上下毒。无稽之谈！你个臭小子，你当人家陀罗国的将领都是吃干饭的？看来这老头有点东西，大隐隐于市。刚刚是开玩笑的，让你听听我真正的想法。草原过于辽阔，我军人生地不熟，的确容易吃亏。所以呢，与其被动防守，倒不如主动出击。哦，在我朝三军选出数百精锐，乔装混入陀罗国，制造混乱，煽动百姓，占山为王，与他们的朝廷对抗，此为养寇扰国。再向周边的国家派出使臣，让周边邻国的使者谋以和亲，开通互市，打通关系，牵制住陀罗国。如果这些方法还是不行的话，就只能使出些阴招喽，将病死的人还有一些畜生的尸体投入陀罗国的水中，使他们的境内滋生瘟疫，屯兵边境，蓄势待发，逼迫陀罗国戒备。大军集结的粮草用量极为恐怖，境内瘟疫横行，境外虎视眈眈，内忧外患，陀罗国受不了压力，自然会主动投降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给你想到这些。如果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或者让我上前线，我可以多给你想几招。你确定没学过兵法？我发誓，公子连书都没读过几本。难道这小子真是天赋异禀？老子还真就是天赋异禀，所以呢，少在这跟我玩什么缓兵之计。我问你，你和宁自明什么关系？臣宁自明，叩见陛下。微臣哎，禁止喧哗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是在责罚我？难道是这段时间我做错了什么？宁爱卿，起来吧。
多谢陛下。宁爱卿，你没事吧？臣无妨。宁爱卿，朕听闻爱卿的长子宁干参加了今年的科举啊？难道真是因为宁干科举打点之事被陛下知晓了？回陛下，是啊，宁干已过及冠之年，学文数载，正是为国效力、替朝廷分忧之时啊。好，好啊，宁爱卿教子有方啊。朕送去的诗你看了吗？陛下派人所送，臣定当看了。如何？诗势磅礴，气吞万里，能做出此诗之人，一定才华横溢，通晓我朝与南玄之局势。那宁爱卿觉得此人和宁干相比，孰优孰劣啊？宁干不可望其项背。那爱卿的其他儿子呢？启奏陛下，臣二子宁兴，三子宁茂，文采平庸，不敢与其相比。好你个宁自明，还想糊弄朕？那四子呢？陛下怎么问起宁臣了？莫不是朝中有人揭发我抛弃妻子？陛下可是最不喜欢薄情寡义之人呐！臣知罪，臣知罪，请陛下开恩，请陛下开恩呐！好了，朕把你单独叫过来，就没打算治你的罪。朕只是觉得宁臣这孩子啊，挺好的，你应该多加关心。朕呢，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若再让朕失望，那你就跑到那游龙台上去替朕试试那玉刀是否还锋利。臣知晓，臣知晓，请陛下放心。陛下何时见过宁臣的？还有啊，宁臣并不知晓朕的身份，所以今日你我君臣之间的谈话，朕不想其他人知道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宁臣找出来。退下吧。臣叩谢天恩。石鹏，叫太子过来。遵命。辛苦了，小美。哎呀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嘛，有酒有肉。是不是离府的时候搜身没搜干净，偷偷带府内的财物走了？放屁！买酒肉的钱是我自己挣的，跟你们宁府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仨过来干嘛？你放屁！我们是宁府公子，去哪儿还得向你汇报吗？这里是小梅家，不欢迎你们。你还知道是别人家，轮得到你来做主？就是，自己问问这贱婢，敢不敢赶我们几个走？三位公子要来，奴婢自然不敢多言，只希望各位有话可以好好说。好好说个屁呀！之前在宁府，这野种差点杀了我，现在想一走了之把事情给结了，白日做梦。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是送你去见你娘了。给我上！住手！大哥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江湖高手呢，原来是个老瘸子。你们知不知道老夫是谁？别说你们三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就算你们的爹宁自明来了，也不敢嘲笑老夫。你个老不死的，胆子挺大呀，敢直呼我爹的名讳，当心老子弄死你！哎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那也不好使。好大的口气！够胆你就上来试试！你个老东西，还越说越来劲儿了！我，别激动，
我看他好像有点眼熟啊！哎呀，大哥，跟宁晨这个野种混的，没有什么大人物，八成就是这贱婢的邻居。就是二哥说的没错，若光是几句话咱们就怕了，那传出去啊，咱哥仨岂不是成了京都其他公子哥的笑柄？就是，反正母亲交代，你就往后站，此事交给我跟二哥。来，你们是来找我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跟其他人无关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逞英雄呢？你忘了你脖子上的伤了？我这叫疏于防备。好你个狗东西，给我上！小心！小妹，公子。公子，您别吓我！公子，您醒醒！全给我起来！你们是废物吗？上啊！快起来！参见陈将军。他是陈武将军。臭小子们终于来了。陈将军，我等来迟，望将军恕罪。之后再收拾你们。快将这臭小子带回府中，好生治疗。谢谢。是。宁自明身为礼部尚书，儒门中人，平日里满口的仁义礼智信，没想到竟然生出来你们三个混账东西！陈老将军，今日之事全是误会。您德高望重，鲜少在京都露面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这两个弟弟一般计较。哼，怎么，现在不一口一个老东西了？陈老将军，是我两个弟弟冒犯在先，我身为宁府长子，在此向您赔礼谢罪，还望您海涵。哎呀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怕什么？谁让他隐瞒身份的？再说了，咱们外公是当朝左相，身兼户部尚书，这三军两饷不得都依仗他老人家吗？怕他做甚？老三，我说错了吗？我朝近年来战事屡屡失利，这些粗鄙的武将，他们要真有本事，收复失地去啊！在我们这些小辈面前耀武扬威的干嘛？大胆！闭嘴！你是说，这战事失利是将士之责？是啊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黄口小儿，没上过战场，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。若是没有我们三军将士枕兵卧雪，以命相搏，哪来的你的荣华富贵？来人，是，给我拿下，即刻带进宫中。不是，大哥，倒要当面问问宁自明和左相，这战事失利，究竟是谁之错？老三子，住手！爹，快救我！哎呀，老将军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哼，你倒不如问问你那几个好大儿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老四呢？爹，今日之事纯属意外。我想着四弟体弱力微，怕他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，今日特地来接他回府的。谁知四弟对李府之事心存芥蒂，推攘之间就受伤倒地了。我实在是受伤了。他人呢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将军已经安排宁臣回府治疗。你们两个赶紧去将军府接四公子回府疗养。是。爹，我们也不知道陈武老将军的真实身份，所以我就在言语上冒犯了他。爹，今日之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他们可以作证。不是大哥，你闭嘴吧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不是我，老将军，下官这几个犬子啊，年少无知，还请您海涵。宁大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几个好大儿说了些什么？另外，他们还想弄死老夫。什么？不是你们，谁说的？哎，大哥二哥，你们，你个孽畜！爹，好大的胆子呀你！你知不知道，老将军为我朝立下过汗马功劳？他上阵杀敌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敌国想用100万两黄金买他的命都买不到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说？爹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爹，老三呐，别怪大哥，豪门之争向来如此。老将军，是下官教子无方，不过请您放心啊，今日我带他们回去，一定严加管教。还不快滚！站住！这样就想走了吗？得寸进尺，这老家伙，莫非真把我当泥捏了？莫非他们还闯了什么其他的祸？宁大人，你的几个好大儿说我朝近年来战事失利，皆是三军将士之责，还说他们的外公身兼户部尚书，我们这些莽夫还都要仰仗他。走，咱们即刻就进宫问问陛下，到底是谁知错？怎么三军将士就成左相养的了？莫非这左相把朝廷的钱粮当成自己的了吗？就不怕寒了这全军将士的心吗？怎么可以闯这么大的祸？不行，此事绝不能闹到陛下驾前，不然宁府上下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老将军，息怒啊！你我都是同朝为官多年，今日之事如何发展到这一步，你我心知肚明，敞开了说吧。你想要什么？哼，宁大人，你此言何意啊？倒像是老夫在勒索你一样。只不过现在这马上快入冬了，可这钱粮棉衣都还没有着落呢。老夫一想，这三军将士又要忍饥挨饿了，真是于心不忍呐。朝廷刚减少了军饷，看来这老家伙早就算计好了，想不到他还有这等智谋。这将士们为社稷舍生忘死，怎么能让他们忍饥挨饿呢？我回去立刻跟左相上书陛下，势必要把那个将士的吃穿问题解决了。我自向山行，